平安，平安。感谢神，在这个安息主日，让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敬拜赞美神，向神支取力量，重新得力。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全能的神要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大声来敬拜。你眼目必看不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大家所定的旨意。神应许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的祷告。这时候要邀请大家为自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献上感谢，求神侧听仆人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蒙恩。特别在一周的开始，邀请弟兄姐妹们从祷告开始。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他必能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你现在在任何境况当中，是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用祷告感谢来到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福给我。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赐下独生爱子，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胜过世上万物，愿意使我与你和好，要将这白白的恩典与赏赐给我。求爱我的天父成为我的帮助。主耶稣，您说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要使我得安息。相信无论在任何境况，无论什么困难，我只要交托你。谢谢天父用你的话语亲自来安慰我，并且将丰盛的宴席摆在我们的面前。愿你的光时常照亮我们，更让我们能常常用祷告来亲近你，因着信心领受你够用的恩典。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自己和家人，不管在任何境况当中，是喜乐是担忧，或是在困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向神祈求，让自己家人都持续走在蒙恩的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些世界动乱当中，就谢谢你保守我们家人的平安。谢谢你，无论我们在任何境况，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赞美你，亲近你。就谢谢你。亲爱的天父，我要为我的家人祷告，求你在我的家庭当中掌权，使我们的家恢复你创造时的美好模样，按着你的次序发挥家庭原有的功能。求你使喜乐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当中。若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靠主那够用的恩典，多多来操练自己的信心，预备成为神手里尊贵的器皿。恳求你帮助我的家人都能彼此相爱，求神帮助我们能向还未信的家人传福音。求你给我勇气、智慧和合宜的口才，说造就人的话，带领家人来认识你。求你将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使我们全家人信主，建立一个在你爱里的家庭，在你的爱里一同享受那美好丰盛的生命，同心服侍敬拜你。你慈爱保护看顾我们每个家庭，我们要一生紧紧跟随你。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来为我们的牧师、传道人、长子来祈祷，求主赐福那属天的智慧与能力，服事的恩典，在我们每位牧者当中。我们一起来为牧师、传道人、长子来祷告。谢谢你。的主上帝，谢谢你，
在教会中选出属于你的牧师、长职与负责每项事奉的同工。我们同心在上帝的面前来为富强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职以及同工们祷告。天父，牧师是你为着福音、教会、社会与信徒需要所设立的。你既拣选牧师来牧养教会，恳求天父要与牧师同工，特别赐福给我们的夏牧师、谢牧师以及雅茹传道有属灵的能力与智慧，使他们充满你的爱与关怀，来服侍教会的各项事工，使富强教会因有主的同在，也因牧者、长职同工们间同心合一的侍奉，看见教会的复兴。主啊，恳求你让永留的恩膏在牧者的身上，当他们在装备训练同工时，有圣灵的恩赐流出，使信的人越加添，使你的名得荣耀，使教会牧者同工得以被神的话语所喂养，教会可以持续不断地立定在神的话语上面，带动全教会遵行神的话语，使众人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小组长来祷告。小组长是我们每位属灵家庭的父母，这时我们真的是感谢每位愿意委身的小组长。我们为小组长能有能力负担起牧养的责任，一起来为小组长代祷与祝福。谢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每位委身的小组长。主啊，求你祝福在每位小组长当中，是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神，感谢每位愿意委身的小组长。主啊，求你祝福每位蒙召、蒙拣选的小组长，让小组长都全心紧紧跟随，靠主奋力向前。求主帮助小组长有爱读神话语的心，唯有神的道能苏醒人心，能带给小组长祝福。求主帮助小组长有祷告的生命，带领小组员常常祷告寻求你，并求圣灵帮助小组长成为组员的代祷者，丰富小组长的生命，让我们主里生命影响生命。祝福小组长身心灵健全，工作及家庭服事同蒙神的恩膏，保守看顾。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为儿童主日学的孩子来祷告，求上帝保守孩童虽在线上主日学，仍不软弱不缺席，更赐福给老师们智慧与健康，带领主日学的孩子从小能够认识主，跟随主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拣选主日学老师，看顾我们每个小朋友，让孩子从小能认识你。谢谢你，感谢天父，你的爱不只在大人的世界，也要临到每位小朋友，使小朋友在年轻的生命就能够与主接近。因为这样，在教会中有了主日学的事工，恳求疼爱孩童的救主，祝福这个基督教教育的神圣工作，使更多的孩童可以从小就认识主，接纳主耶稣做他们生命中的救主，让主来引导孩子们的一生，做一个主所赐福与受教的孩童。主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更是聪明。让我们遵守你的话语，活出你喜悦的样式，让我们的孩子不随从个人的私欲，不用世界的价值观行事，在他们面对课业、人际压力时，你时时与孩子同在，
也求主祝福尚未施打疫苗的小孩，为他们筑起属灵的围墙，病毒不得亲近他们，让孩子有足够的免疫力。也为已染疫的孩子求神赐下医治，让孩子们透过医疗团队的医治，尽快的得到医治，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也求主赐福给老师们智慧健康，带领孩童们来认识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圣名求，阿们。阿们。从日出到日落，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早晨我睁开眼睛，我的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施行了你的恩典、祝福与力量。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还仍然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能有你的保护，出入都平安。在你的主日，我们无论是实体或是在线上，我们一起同心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看见你的保护、你的扶持、你的安慰与力量，我们就胜过一切世间的挑战。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能力做我们自己能力不能做的事。感谢主，愿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一起来围坐主桌，一起来享受主耶稣恩典的记号圣餐。让我们通过主基督的身体宝血，再一次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神来同行，走向永生的道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节，我们记载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14节到第19节。这里由我来念。因此，我在天父面前跪下，天上、地下所有的家族都是从他而有的。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我又祈求基督借着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好使你们能够跟所有上帝的子民一同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愿你们能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好使你们能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第2个章节记载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20节，还有第3章第24节。你们已经受了那圣者的恩膏，所以你们都认识真理。第3章第24节，那遵从上帝命令的，就有上帝的生命，而上帝也在他的生命里。我们怎样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呢？是由于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接下来献诗圣歌队的引音献诗，献诗的曲目是《因你为阮背破的饼》。结束完讲道，本周项目师讲到的题目是圣灵引导，生命美好。
们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谢谢圣歌队用影音来献诗。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举行圣餐，就是为了要纪念圣灵降临节。那原先的圣灵降临节应该是上个礼拜因为我们有安排了蔡成功牧师从司马库斯来做分享见证代表台湾玉山神学院那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圣餐礼拜延到这个礼拜，但是我们要一起领受很重要的信息跟真理，就是认识圣灵，迎接圣灵，然后求圣灵跟我们一起同行。今天我们要一起领圣餐，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那我们现在变成一个隔空的大家一起同样领受这个饼这个杯，所以呢也先提醒我们在线上的兄姐呢，你家里面如果有预备的饼或是吐司都可以了或是有一杯有葡萄汁或红色的这个饮料，我们就可以预备先等一下，我们一起在不同的时空，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这个救恩的记号。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纪念圣灵降临，我们再一次肯定迎接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明白的宣告，圣灵要在我们当中，要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更与圣灵亲密，也更接受圣灵在我们的一生的道路生命当中。因为圣灵的同在，我们就走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道路，人生胜利的道路，平安的道路，见证主的道路。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也都跟圣灵有关。我们要基督徒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自我的认定，就是圣灵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你能够掌握得住，你能够抓得住，能够迎接圣灵跟你同在，你的一生就有一个美好的依靠，不是在自己花自己的力气，自己的一个有限的知识跟认知去冲撞。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3章14到19节。这段经文是保罗寄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他在这边有提到了好几点重要的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解说牧师就先不念刚已经念过的经文，我们要先直接进入这个主题。从前面那读了2段经文，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基督徒要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认定，就是圣灵，它是我们生命的能力，是我们的力量。那这段经文以弗所书保罗怎么样来祷告跟祝福呢？第一个，他认定上帝是生命的能力的源头，这一点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有限的自我或是一个肉体的血气的人生当中，因为有上帝可以依靠，所以保罗这样祷告说：我祈求上帝依照他荣耀的丰富，很宝贵，荣耀的丰富。换句话说，在上帝没有欠缺，没有资源匮乏，没有不足，没有能力不够，而且它是荣耀的丰富。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丰富一大堆，但是对你没有用那它这个荣耀的丰富是表示每一样都是完美的，每一样都是充满了能力的。这样的丰富要怎么样呢？说借着圣灵赐给你们力量。好，神的荣耀丰富我们没有疑问了，但是这样的荣耀跟丰富怎么样给你呢？他说是借着圣灵，圣灵会将神的荣耀丰富赐给你们力量，然后使你们内在的生命也强壮起来。3个阶段，第一个，上帝是荣耀的丰富，他要怎么给你呢？借着圣灵给你，然后你也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强壮的生命。那基督徒要活得有能力、有生命，
请记得赞美上帝他荣耀的丰富。第二个，求圣灵将上帝这个荣耀的丰富赐给我，让我也能够活出一个健壮的生命，强有力的生命，有见证的生命，没有恐惧，没有惧怕，没有软弱的生命。然后第二段经文，他说是信心跟内住。圣灵给你，要怎么给你呢？他说我又祈求，第一个是我祈求啊哈，我祈求，然后我又祈求了，我又祈求什么样呢？基督，前面是祈求荣耀丰富的上帝，第二是我祈求基督怎么样？借着你们的信心，好，这样就连接起来了。圣灵要给你力量，这个是没有毋庸置疑的。但是怎么给你呢？你也要，我也要，到底怎么要？你要怎么得到？他说：借着你的信心。你信心没有，好像就擦身而过；你信心没有，只是看见丰盛，是没有领受到。那看见别人做见证，很羡慕啊！我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重要的连接在这里，信心使基督的恩典就住在你们的心里了。你有信心就得到，没有信心只是擦身而过，擦边球。他说：这样就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有根有基不是那么样粗浅的，一风一吹就倒了，或是在沙土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信心住在我们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那我们怎么样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呢？是因为不是无风无浪啊，平静，是因为你经历了很多很多你可能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人生的困境，很多的难题，很多的忧愁，很多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就谦卑的在主面前祈求基督帮助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他的爱中有根基。感谢主，因为有这样的前提，前面那两段经文，然后接下来保罗的祷告，他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美好。一个呈现美好的生命是什么状态呢？第一个，能体会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能体会。换句话说，口头上的还不算呐，我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但是没有体会啊。是你真正体验到了，经历到了，而且我们说亲眼看见这样的长阔高深耶稣基督的爱。而且他说这个爱有一个描述，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说理解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所以我们常常在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几个月，我们好多位弟兄姐妹在参加门徒训练啊，门徒的课程，我们都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就是说，上这个课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头脑很大的基督徒，而是你真正去实践出体会耶稣基督他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这个换句话说，我们用一般的科学知识、世间的道理要讲解耶稣的爱，只能说词穷嘛，就是无法形容，话讲不出完整。那个爱是浸润在圣灵的恩典当中，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蔡牧师来我们当中分享他们在山上那个美好的那个司马库斯他们的神木啦，他们一个美好的山顶上的一个生活。那我很喜欢看那个登山的节目，或是有那个 YouTuber 啦，他介绍说我去怎么走。有时候人一旦那个脚没力气了，就会看别人的很欣赏那我们会看见说，登山的人有一个很特性，我们知道去爬山没有一个快乐优雅的了，没有，一定是流了汗，背了大背包，然后在寒风这个下雨当中住
住宿也住宿，要用那个帐篷，然后吃的东西啊都随能够简便的吃就好了，喝的水也是要是野溪的水这样子。啊，你们问他说啊，到底爬山有什么好，对不对？啊，走那个山路有的是要纵走的啊，要跑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的。我们用这种来比喻说，那些喜欢爬山的哈，当他在爬的时候，我觉得很累、很辛苦啊，又有危险，会滑倒啊，就会抱怨说：“哎呀，怎么那么笨，还跑来爬山呢？”但是等到他下山之后，他就问说：“什么时候要再去爬山？”换句话说，没有经历那个爬山那个痛苦那些艰难的时候，他就不能体会爬山的快乐。那我们只能说，那些人他们自己领受到了，旁边的人只能知道说他们很快乐，很觉得非常满足，但是我们自己感受不到。那从这个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你的喜好哈，当你不入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笨，或者说他们花那么多时间去干嘛呢？然后当你进入到里面去，发现哦，原来他们为什么那么美好？其实我们在座当中可能有些人喜欢钓鱼，对不对？钓鱼坐在那边是很枯燥的，对不对？到那边看说你要干嘛？看那个水啊摇动，波影摇动啊，你在干嘛？那么兴趣呢？那很多人就是乐在其中。那我们从这个生活上的一个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基督超越知识所能领受的爱。领悟的爱，那个爱是活在恩典中，圣灵浸润在我们里面。那基督徒唯有这样子，才能超越一般人间的知识、科学或是理论，然后会完全被上帝的完美所充满。那个充满是你进入在喜乐当中。啊，保罗呢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基督徒。你这个得着完美好生命的管道，是因为认识丰盛的上帝，然后借着圣灵把这个能力传递到我们的里面，借着你信心跟基督的爱，然后基督的恩典真理就进入到我们当中。那这个最重要的媒介就是圣灵。那另外在约翰一书也同样给我们提醒圣灵的重要。我们看到约翰一书2章20节，刚刚读的经文，他说：“已经受了那圣者的恩膏，所以你们都认识真理。”圣者的恩膏就是圣灵。基督徒如果没有领受圣灵的喜，没有领受圣灵的祝福，领受圣灵的启发跟引导，你对真理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就像刚刚我讲的，很多人那一种想要登山钓鱼的快乐，你没有经历到，你只能看人家说，好像这些人怎么那么笨啊，怎么花钱在受苦啊，你感觉不出来。基督徒，你要去领受、进入到这种喜乐，是因为你领受了圣灵的恩膏，这恩膏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另外，一个关键在这里，说遵从上帝命令的，就有上帝的生命。基督徒怎么样去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怎么得着一个美好的人生呢？是因为你愿意照主的轨道、照主的话语、照主的命令去活嘛。那换句话说，我们是上帝的创造，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位创造者他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生命的道路，有一个生命的原则。那你就像一台机器，它已经做好了给你了，你不按照那个 SOP 来操作，那再好的机器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了。一辆非常棒的车，你不按照那个规矩来行驶，你那个车的性能就跑不出来。那基督徒，你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怎么样活出这个生命最美好的一个面？是因为我遵从了上帝他的规则，上帝的道理的命令，上帝圣经的真理，你活出来了，那你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生命。他说，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有这个感受呢？是因为圣灵。他说，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约翰一书3章24节，弟兄姐妹，有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认识真理；有遵从上帝的命令，我们从圣灵知道这个生命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这边，在纪念圣灵降临，也在基督徒的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去认识圣灵，迎接圣灵，肯定圣灵，然后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你就发现说，你的生命是很轻省的，你的忧愁烦恼与艰难，因为有主可以依靠，不是把你撇除掉哦，是因为你有他的依靠，能够胜过他。因为人的生命是活在这个俗世的罪恶当中，你怎么样去超越它，能够抵挡一切的魔鬼的挑战，是因为有圣灵的保护。我们要再一次确认圣灵引导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先第一个要知道说，你要敬畏圣灵，要谦卑敬虔迎接圣灵。圣灵是有位格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请记得，我们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它都是三位一体的，有不同的呈现的位格。然后，主耶稣他明白的应许说要赐下圣灵，表示说主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他的时间、他的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用圣灵再一次来陪伴我们。耶稣把天国的道理，把圣灵的工作都展示给这些门徒、这些学生知道了，然后他完成了救赎的那个确据跟恩典之后，他说：“我要回到天上上帝的旁边，然后要差圣灵来到你们当中。”而且他说要等候他，圣灵要等候他，而不是随便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是要谦卑的等候。然后就要从他得着能力。我们可以从这几段熟悉的经文一起来去印证。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要祈求父亲，他就赐给你们另一位慰助者，永远与你们同在。”请记得，赐给你们另一位，那表示说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圣灵，他说是永远的。好。不管你接不接受，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知不知道，圣灵已经永远跟基督的同在了。只是你在那么好的氛围里面根本不了解，自己在摸索，自己在碰撞。他说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14章17节，他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的生命里常与你们同在。基督徒如果把圣灵的能力撇开，那你就只不过一个血肉之躯嘛。你能够做你能做的，你的智能、你的体力、你的意志能超过多少，是有限在那边。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而且他还说，世人不接受他，因为看不见。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了，那个知识上没有办法理解的，只有信心接受了，你的能力就在你里面，因为你知道，你的信心就来了。所以他说，你们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他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与你们同在。生命哦，在你的生命里，我们的生命。一个灵魂在动的生命，它在里面用 X 光检查得出来吗？用什么样的仪器能够检测得出来吗？是因为你的信心，是因为你常常跟主连结。所以，在耶稣要升天之前，耶稣给门徒这样讲这句话，他说：“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耶稣很清楚知道，当门徒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亲自做示范，做他们的见证。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知道这些门徒基本上
对耶稣的认识，包括那复活已经有基本的，但是要行出来，那个力量在哪边呢？耶稣说：“你们不要自己误闯误撞，自己跑自己来，请记得要等候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就是圣灵，这是父亲所应许的，上帝所应许的。所以，我们才看见《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开展了一个整个教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都很熟悉，预备来。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作见证。这句话为什么常常基督徒要一直念、一直背呢？是因为它讲出了基督徒得着能力的来源。基督徒所以会做比耶稣能做的事更多更大，是因为有圣灵了，不是你那么厉害了，也不是你人多势众了，是因为你等候到了圣灵。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你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在你自己生活的圈里面，他说要到犹太是全国，撒玛利亚到邻国，甚至全世界天涯海角，要为我做见证。这个能力绝对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组织，或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团体能够做到，是因为圣灵随时在你身边，随时在你里面，他使你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要一个很清楚的基督徒，一个正是你的权柄或是你的权利，那你要去好好的掌握住。他说，无论我们的处境和背景如何，只要你是属于基督，就刚刚我们讲，借着信心跟基督连接在一起，然后你就会得着那个有根有基的生命，因为圣灵就会一直与我们同在。那是基督的应许啊！你承认了基督，他应许圣灵要给你们，那你等候着他，他就会在你里面跟我们一起同在。而且上帝的灵赋予力量和坚固我们，并且为我们祷告。我们圣经里面明白的这么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因为他既然跟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你接受了他，他知道你的能力，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你的欠缺，他知道你的失败，他知道你的跌倒，这些都是在圣灵的关心里面。就是说，圣灵也是他的事啦，不只是你自己的事。他说，圣灵明白我们的需求，因为他了解我们。你怎么样让圣灵了解你呢？你拒绝，你拖延，你逃避，你不愿意把自己的弱者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圣灵说：“我要帮助你，但是你没有需要啊，你自己不求啊，你自己不敞开自己呀。”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矛盾啊。一方面我们很需要，一方面又不敢敞开在神面前，好像自己有矜持，自己有自己的面子，自己有自己的尊严，自己有自己的傲气，然后圣灵把它甩在这一边。基督徒怎么样？我们说要破碎自己，讲很好讲，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被破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被兴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被改造，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了。但是到底你是要自己掌管自己，还是要被圣灵掌管？那关键在这边。你要活出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祝福的生命，你必须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怎么样接受圣灵引导呢？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像刚刚圣经所讲的，圣灵恩膏你。我们说被圣灵恩膏，是因为你完全的敞开，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所以圣灵的膏抹，我们知道基督是受膏的羊羔，他是受膏者。那原来这个是属于耶稣基督他独有的荣耀嘛。但是耶稣他说：“我爱你们，所以我要差圣灵来到你们当中。”所以变成圣灵也把耶稣基督这个受膏
也高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进入他的同在，我们就有生命的能力。高抹的意思是因为我活在圣灵的引导中了。高抹的意思是我除去了我的矜持，除去了我的骄傲，除去我自己的悖逆，说神啊，我就交给你了，我愿意遵从你的话语来走。基督徒在这个关键当中，因为被圣灵高抹，你就用神的宝剑，用神的能力，用神的智慧，用着神给你的眼界，能够超越你有限的自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去学习，迎接圣灵的同在跟引导，敞开自己，生命被圣灵掌管。所以我们是遵从上帝，过着遵从上帝命令的生活。遵从上帝命令的生活不是你主导，是上帝来主导你嘛，你就按照圣灵的轨迹来走啊。所以第一个基督徒常常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把圣灵当成你的努力、你的差异啊，你有需要，圣灵来啊，现在不要了，我要过我的生活，圣灵你甩一边，那这样就效果根本显现不出来。意思说，我们不要把圣灵当成差异，其实包括我们每个人祷告都是这样子啦。祷告你是求能够符合神的旨意，而不是说神啊，我要什么，你要给我什么。那这样跟去那个山间野庙去求财，求那个什么那个命号码啊，6合彩的号码有什么差别呢？是你要求神让你能够活出主的生命嘛。所以我们做一个比喻说，不要把圣灵当成提神饮料。我们常常在看广告说，哎呀，我累得不得了啊，都眼睛都昏花了，来喝一瓶就好了。哇，喝一瓶蛮牛啊，就神清气爽，能力来了。那你要喝多久？喝多少瓶？圣灵不是这样子，圣灵是你要接受他的引导，在他里面平静安稳，在他里面有安息，在他里面有重新得力，在他那里面才能如鹰展翅上腾啊！靠这样的提神饮料，那还得了？基督徒，第一个，不要把圣灵当成差异；第二个，你要借由圣灵的高抹，你才有能力击败生命中的巨人。我们看这个典故是从那个大卫来的。大卫他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少年人，也没有什么经历世界的风浪，但是因为被撒母耳高抹之后，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战士的忠勇的战士，他能够打败非利士人的英雄歌利亚。大卫难道他自己突然间得到一种特别的能力吗？不是，是因为圣灵赋予他的能力。其实大卫不只是打败这个巨人这个个人呐，他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在那个大的阵仗当中显示出了神同在的能力，让整个战局全部翻转。所以他得胜了，不只是把这个歌利亚的头割下来而已，他得胜是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看见说，你们到底要被神领导呢，还是被人领导？到底要被神高抹呢，还是要自己来？这是一个民族的大事，而不是一个英雄啊，大卫打败歌利亚那么简单。基督徒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高抹，你就具备了这一种跟生命中的巨人挑战的能力。什么叫做生命中的巨人？有的人可能是他的学业，有人可能是他的健康，有些人可能是他人生的抉择，或是读书、事业，还有你的经济，还有人生遇到的种种的困难，都是可能是巨人阻碍，而且是大到你不可能战胜那一种。全军都躲开了，不敢跟歌利亚
面对面嘛，歌利亚才在那边唱秋啊，说你们到底还有谁可以敢跟我？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碰到这种巨人，你几乎连躲都躲不掉的。记得一位年轻人被圣灵高抹，他就得着这样的能力，打败了这样的巨人。最后一个，我们知道圣经有定义到说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很多基督徒呢，平常不是很虚心的去寻求了，常常会参加特会，然后看到那个祷告的能力啊，有彰显出来。有的人被祷告会说方言，或是击倒，或是会整个身体火热起来，感觉很好。那个不是不好，但是那个不是成为你圣灵同在的持续呀。圣灵同在可能是让你在软弱当中，圣灵给你安慰；可能你在安静当中，圣灵给你一个真理的启发。所以要把那个外在的显示成为你内在生命的能力，然后基督徒有圣灵充满，他才有能力来结出我们在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灵的9种果子。那这9种果子在你生命展现的时候，你的果实长得越美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更美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大家常常会背的经文，在小组中我们一起来背加拉太书5章22节，我们一起开口来背来，预备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信实、温柔、节制。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勉励。当你一天预备好要出门工作的时候，你要开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做某件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谦卑的在神面前说：圣灵啊，我承认你，我欢迎你，我迎接你，求你借着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来做工作。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在上班的每一件事情，你做的每一件生意，因为有圣灵跟你同在，你会发现有绝对不一样的效果。因为看见神在你面前所做美好的，因为他要为你负责，因为圣灵同在，他知道你的欠缺，怎么样跳脱，每一天跟神有美好的连结。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被圣灵所引导，然后领受这个最美好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见证的生命，是活出恩典的生命。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预备心，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美好的教导。保罗在父神面前祷告，所有的人因为知道上帝的荣耀的丰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因为有信心跟耶稣基督连结，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信心，有爱，有根有基。主啊，圣灵是神所赐美好的保惠师。圣灵啊，我们迎接你，欢迎你，我们承认你，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主导，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祝福，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见证神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大能，何等的祝福。我们一起透过圣餐来见证这样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要唱一首我们短歌熟悉的诗歌《宝贵十架》。还有同工，如果可以用麦克风一起来带领我们唱一遍哈。好，我们预备心，请小会员预备心。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流，爱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
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因此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除了在现场，我们的弟兄姐妹实体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欢迎在线上每一个在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你也可以预备一个饼，还有一杯葡萄汁。我们等一下要邀请大家一起在线上，跟礼拜堂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这个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教会按照教规可领圣餐者一起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照着保罗所说，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这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的而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来祝谢，我们按照他的教导，我们奉他的名一起来感谢上帝。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领受这些，借着信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到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等一下要一起领受这个2合1的饼跟杯。我们请小会员一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自己手拿一份2合1的圣餐。我们先把那个第一层的那个透明的薄膜把它撕开，把饼拿在手上，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求主耶稣的宝体跟宝血赐下恩典、祝福、医治跟平安。我们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也把你的饼跟杯准备好，我们等一下一起同心来领受这样的祝福。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个薄膜很细小心稍微勾一勾，然后就可以撕开了。那铝箔的等一下再吃，这样才不会那个果汁漏出来。我们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家中有饼跟杯，我们一起来准备来领受。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
有没有拿到的可以举个手、摇个手，让我们同工看见你还没拿到。有没有谁还没拿到？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有谁还没有拿到的，可以举手补充给你啊。好，这时候我们把手中的饼拿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把口罩稍微拉下来，一起来享受。在用饼之后，主耶稣举起杯，他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把铝箔纸把它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神恩典的杯。你们每逢吃了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耶稣基督的平安跟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谢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通过圣经的教导，我们确实知道上帝有丰盛的荣耀的爱跟恩典。我们要领受这样的生命，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体验到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有根有基的爱。主啊，我们迎接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工，让我们超越自己的极限、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活出美好生命来见证主。感谢赞美你，愿这个圣餐成为我们这个信心的记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请执事预备心，要来收奉献。牧师再做一个提醒哈，我们在每逢圣餐的时候呢，会特别有一个奉献袋夹在周报里面，那表示说我如果有感动，我有逐日的奉献，就不用装奉献袋。另外，我要为圣餐奉献，就放在这个纸袋里面，然后一起放在我们的收奉献当中。那我们的财务部会把逐日奉献分一边，然后把圣餐奉献放在我们的宣教基金里面，成为帮助弱小教会慈善的工作的用途。如果你有感动，可以这样来参与哈。那我们请执事先来收奉献，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也请长老一起来帮忙来完成这个正餐桌。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这时我们来进行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先翻到我们周报的背面，我们来背诵我们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这时候我们来报告，翻开周报第2页，我们来看下周的主礼是由我们的雅茹传道。下个礼拜是青年事工主日，诗会会由我们提摩太牧区的青年，也请大家持续为他们代祷。那我们其他服事的同工，请看我们的这张表格。那在第2页跟第7页有我们上个礼拜的奉献的明细。那如果有出入的话，麻烦再跟我们财务室的同工这边来做反映。那我们翻到我们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的部分。那我们本日是我们的圣餐礼拜，另外也是总会的关怀亚洲的纪念主日。那我们持续为我们亚洲地区的教会跟人民，我们的合一跟我们的宣教事工来一起代祷。第3点。我们今天下午1点半会在我们的2楼召开我们的长职暨首长的联席会议，那也请我们的长职同工、我们的服事团队的首长可以准时出席。第4点，下主日6月19号是我们的青年事工的主日，那也请大家持续来关心跟代祷，也感谢我们教会的青年。那在下个礼拜都会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第5点，本会在6月26号，主日的下午2点到5点，会邀请我们刘进长牧师来主。那也请我们相关的长职同工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服事同工的首长可以来预备参加。那这个本来是我们在端午节有一个长职领袖的培灵修会，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待会会也麻烦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好，第7点，我们冠冕真道理财协会的理财的课程我们在第1堂已经有我们3位的会友综合执事丽蓉老师跟美行姐妹他们有完成我们的受证那我们第2期的经营有道跟第4期的理财有道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那讲师这边暂定是先暂时顺延。那如果有正式开课，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教会的相关的群组跟我们的周报来这边做公告第8点，我们哀伤陪伴跟离婚关怀的事工的消息周1跟周3的上午是我们的第10期哀伤陪伴的第13周的课程。那周4晚上8点是我们第2期的离婚关怀第13周的线上课程。那在周报都有我们的 QR code， 如果对我们相关课程有需要的我们的会友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课程来参加
第9点是我们开心的消息哈，我们本会终结执事跟我们的秀霞姐他们的长子哈，建宏弟兄跟严丽红姐妹哈，定在7月3号下午2点会在我们的教会这边举办婚礼。那我们晚上5点半会在归仁这个来归仁的饭店举行这个婚宴。那如果当天要参加婚宴的，也麻烦我们可以在1楼的公布栏登记，或是直接跟我们的终结执事那边来回报当天要参加的名单，让他们可以安排相关的座位哈。第10点，我们社区音乐班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先暂停了哈。我们看9月份疫情的一个状况，我们会持续在做这样的一个复课哈。第11点，有告别式的这个消息哈，我们也持续来为这2个家庭来代祷。第一个是我们本会慈保小组吴金燕姐妹的父亲吴景义先生在6月1号安息主怀哈，那会在6月14号。在新竹的家中举办告别式，我们持续来关心跟代祷。再来是我们基甸牧区苏瑜琪姐妹的父亲苏传环先生在6月4号安息主怀哈。那在6月13号会在台北的殡仪馆举办告别式。那我们持续为这2个家庭为遗嘱来关心跟代祷。接下来请牧师做报告跟补充。OK， 谢谢。弟兄姐妹，我来做2、3点提醒跟补充了。首先是等一下下午1点半要开长执会哈。那因为有的长执他参加第1堂礼拜在家中吃饭，或是有的在线上的，所以我们一起约定一个时间，就1点半。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在3楼改在3楼，我记得3楼比较宽一点，座位比较松一点。大家1点半准时开会，但是留在教会的长执可以到3楼那边先用便当。那这一段缓冲时间呢，我们请小会员不能休息，马上结束的时候就到2楼的原来的会议室一起用餐，也一起有一些事情要由小会来做决议的，先开会所以请小会员结束了马上到2楼去，其他的长执或是首长要参加开会的，先到3楼的副堂比较宽一点大家在那边先用餐我们1点半准时来开会这一点请大家协助帮忙配合一下。第2个是有关我们一个长执领袖的培训造就会。2个礼拜前我们邀请了刘进展牧师除了来祷告会的培灵之外，也在礼拜天做培灵他是自己参与了整个小组幸福小组事工，还有门徒训练的事工，他有非常好的经验。然后我们就邀请他说，是不是我们上一次本来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本来要办一个讲职灵修会，因为也是疫情暂停了。那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激励大家我们大概月底了，慢慢疫情会稍微减缓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心来做操练。所以要邀请我们的长职、我们的牧区的区长、小组长、团契首长、侍奉团队的首长，还有包括小会有特别邀请的这个在参与很热心参与服事的同工一起来受造就所以我们请大家在6月26号下午2点，在礼拜吃完午餐之后，预备心，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刘进展牧师曾经提醒我们，教会有门训、有牧养，还有传福音，这3个重要的工作。当我们在疫情慢慢要迎接新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多事工要重新被恢复。那我们需要一个激励，一个操练，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然后让疫情过后，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工能够继续开展，这样子那这一点，请大家协助努力邀请好，那最后我们要欢迎我们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就是蔡佩芝姐妹在哪里？来，我们拍手欢迎她，来欢迎。她其实也是我们的应该是老会友了因为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她跟
我们很多以前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希望你常常有空一起敬拜神哈，上帝祝福你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结束，可能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疫情了哈，特别是第一个我们的儿童因为没有打疫苗，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另外一个是长辈，那我们其实要抱着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说这一条路一定要走过。那我们用一个健康的心态迎接，然后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我们就抱着一种信心，求神跟我们同在，让大家都平安度过这个疫情哈。好，谢谢大家，我们要来做结束。颂荣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之后，由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重新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内住，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见证主同在的能力，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闭会。